你覺唔覺得學外語好似拍拖？啱啱開始嗰陣，日日都好興奮，學到3個生字已經覺得自己好叻，仲幻想將來去旅行會俾街邊伯伯讚，話你好㗎喎。哈哈，然後過多幾個月就開始懷疑人生啦。係咯，一過咗個 honeymoon period 就撞牆撞到砰砰聲，文法多到係，單字背完又唔記得，發音點都覺得怪怪地，低呀。我當初搬嚟日本都以為會日日講日文，點知現實係你要先有日本人朋友，先有機會練㗎。咁你一開始識到幾多個日本 friends 啊？2個咁大把，而且唔係成日見。於是我心諗撳落去唔掂喎，就開始逼自己去揾方法識人。然後呢？用啲 local app 幫手，幾個星期內識咗幾10個日本朋友，先至真正開始用日文生活咋。哇，咁已經勁過好多人啦。因為我發現，如果你唔主動用學咗嘅語言去實踐，就算好似我啲朋友咁 JLPT 考到好 N1又如何，講句嘢都口窒窒，或者 intonation 錯晒。呢個就係書本世界嘅陷阱，分數好靚，一講嘢就係 so hard。所以而家我嘅目標好清楚，就係要建立自己嘅語言生活圈咯。呢招真係掂，你每日同人傾下偈，講下日常，已經係最貼地嘅訓練。唔覺聽力、反應速度全部一齊升呢，而且仲會學到教科書冇教嘅真實用語添。所以你而家學嘅唔止係日文，而係點樣用日文去過生活。考試分數可能只係 bonus， 你嘅流利度同自信心先係無價寶啊！不能同意更多啊！